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3月11号。這一期咱們繼續聊聊恆大清盤，聊聊中國的房地產。咱們先看房企的消息到了2026年很多過去非常優秀的房企，有央企也有民營房企，在這個恆大、融創爆雷以後他們一直表現良好，但是現在開始也盯不住了，扛不住了。昨天咱們說了，龍湖地產對吧？2026年恐怕就要巨虧，這個可是摩根士丹利說的。而這個今年1、2月，保利作為一哥，对吧？那是銷售是斷崖式下跌，你說他26年還能賺錢嗎？今天又有壞消息首先是這個綠城，大家知道綠城那也是碩果僅存的幾個業績不錯的房企，杭州綠城今天也扔了一顆炸彈。深圳商報報道說財聯社3月10日電，綠城中國在港交所公告，預計截至2025年12月31日，年度公司股東應占利潤同比2024年人民幣16億元，下降95%，這太狠了吧！預期2025年公司股東應占淨利潤與截至2024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8億元相比，下降了50%。預期減少乃主要由代建行業競爭加劇、項目收入下降以及人員成本剛性導致毛利下降影響。綠城管理控股在公告中稱，2025年中國房地產仍處調整周期，代建行業同樣面臨市場分化、競爭激烈的考驗，開發商都沒飯吃了，他當然都對吧扎向這個代建行業，就你代建我也代建呢，那代建這行業不就內卷嗎？競爭加劇盈利難度與複雜程度顯著增加。儘管集團利潤水平階段性承壓，但整體依然展現出良好的發展韌性與行業領跑優勢。此前港股通更新的標的證券名單，其中綠城管理控股被調出，就說明這個不被資本市場看好了。這個盈利狀況下降的主要原因房地產市場處於調整期，且公司為促進長遠發展，繼續積極推動長庫存去化，導致2025年度收入結轉的毛利率以及分賬合營企業及聯營公司業績下降。此外，公司計提了一定的金額的資產減值損失，進而影響了股東應占利潤。總之這個碩果僅存的綠城恐怕2026年也是凶多吉少還能扛得住嗎？對吧？進入虧損，然后大量的外債又要還，房子賣不掉，現在還剩一個叫濱江的，我沒看到，什麼時候看到了再給大家匯報。濱江還能扛得住嗎？所以我們一直說你只要這個韭菜不買房，你這開發商都得完蛋，對吧？只不過是先後問題。而且我一直說，誰拿的地多，誰爆的雷多，誰就更慘。那些瘋狂拿地的，現在恐怕後悔都來不及了，什麼逆風飛揚是吧？現在你就是拿了核心地段的地，也不一定管用，因為這個有錢的韭菜也割得差不多了，也割不動了，对吧？等到你明年開發出來，這韭菜這粗韭菜也割沒了。含義要吹遍每一個角落，只要韭菜不買房，管你是央企開發商還是什麼最好的民營企業，都得現出原形呢。你看這個萬科萬科現在就是在鬼門關前晃蕩，懸崖邊上跳舞今天媒體報道說萬科被凍結3571萬股權。天眼查風險信息顯示，近日萬科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新增一則股權凍結信息，股權所在企業為蘇州萬科企業有限公司，凍結股權數額3571萬餘元，凍結期限2020年3月10號至2029年3月9日，執行法院為瀋陽市沈河區人民法院。這對萬科來說不就雪上加霜了嗎？這是個信號也就是那些承建商那些債主人家就開始動手了，司法查封凍結，這就是發令槍這個時候其他的債主其他的什麼供應商，你再不上对吧，你這烟灰缸都拿不着，還客氣什麼？所以你說万科怎麼救他不光是那些美元債券，他还那麼的应付賬款你都得付但是房子也賣不掉对吧，没法回笼資金，手中的物業也得貶值，你房價在下跌嗎？你說怎麼救？每日經濟新聞有個報道這個也很有意思他說華僑城旗下地塊被折價超 25% 回收，官方出手收儲華僑城旗下地塊，比拿地價折超 25%。知名房企旗下多個地塊被收回，華僑城地塊又被回收了。日前，合肥市自然資源和規劃局發布的關於合肥市本級2026年收回收購存量閒置土地項目申報地方政府專項債
債券擬收回收購價格的公示顯示擬收购三宗位於市本級閒置土地，涉及華僑城旗下合肥華僑城實業發展有限公司3個地塊。每日經濟新聞記者注意到，上述被收購地塊是華僑城在2021年拍得的核心資產，彼時拍入總價23.04億元，但幾年過去，如今地塊價值已大幅縮水，評估價21億元，而最終回購價在評估價基礎上下調了18%，定格在了17.25億元，較拿地價總折價超過25%。這也意味着，僅這3宗地塊，華僑城賬面預計就虧損5.8億元。此外，記者還注意到，巢湖華僑城溫泉小鎮也面臨着土地回購的現狀，兩方相加，華僑城這次賬面虧損要超過8億元。这就是專家天天在那鼓吹的要地方政府發債去收購開發商手上的地，把那地回購回來。這個華僑城是國企對吧？它雖然還是上市吧，但它是國企，地方政府跟國企之間還稍微好說話一點，因為這是左口袋到右口袋嘛，对吧？都是為人民服務。但是你看國企它居然也打這個75折實際上它不止75折很多人不知道，它5年前23億買的，現在是17.3億賣給政府，那這中間利息呢？你想5年資金占用是多少錢呢？你這23億應該是銀行貸款，對吧？你要這麼一算的話，都賠多少個億哪個開發商經得起這麼折騰對吧？這一筆買賣就虧7、8個億。所以我剛才說了，誰手上地拿得多誰倒霉，誰爆的雷就多。你要政府收購回去那你就便宜。那這個華僑城為什麼賣呢？這肯定是現金流斷了，能賣回去对吧？那拿回來點現金發工資，還貸款，還債，免得爆雷免得被人起訴对吧？這個就是流血說實話地方政府和國企之間這種交易多了少了都好說，对吧？你可以理解成肉爛在鍋裡面。但是你說地方政府如果跟民企，你說怎麼弄？如果華僑城是個民企那你這不就是叫什麼落井下石嗎？你這不就是搞死民营企業嗎？這是不是這種說法？5年前是23億買的，現在17個億賣給政府，這中間算上銀行利息，你把民企搞死了，光明正大的叫国进民退。如果說你高價收，你30亿收，那就变成利益輸送，你看怎麼解釋对吧？那加州老師那肯定就跳出來指責你這是利益輸送你把大頭的錢給這資本家拿走了，他5年沒開發，他賺了幾個億。所以說嘛，這個是非常難辦的，对吧？這就是這個專家完全不考慮實情拍腦門，要地方政府發債收儲。所以通過這個合肥政府跟這個華僑城之間的這個交易你就知道，即便收儲也沒好日子過，說1000道1萬都是房價跌了对吧？你政府收回去之後，你再想賣出來你也賣不来这價了。這個證券時報報道他說中指研究院開年法拍房遇冷，深圳清倉率居首，重慶逆勢大漲38%。說中指研究院指出全國法拍房市場呈量價齊跌態勢。中指法拍數據庫監測2020年1月到2月，也就是開年這2個月全國法拍房市場各類法拍房源累計掛牌17萬套，同比下降2.3%，房源累計拍次共21.1万次，最終成交拍品数量2.7万套，同比下降4.7%，清倉率16.1%，总成交金額373.4億元，同比下降16.5%。各類法拍房源成交均價4869元每平米，同比下降8.1%，平均折價率71%。住宅為市場主力，成交金額佔比53%，成交量同比微增4%，但均價金額同比大跌。也就是法拍房越拍越便宜越拍越少，各能级城市分化明顯，一線城市成交均價遠高於2、3線城市。深圳清倉率達到66.4%，也就是2/3的房子都能賣得掉，法拍房給拍掉了。重慶市場逆勢增長，總成交金額同比增長38%，住宅清倉率40%。渝北區為核心成交區域，全市2拍階段成交佔比超60%，法拍市場區域特徵顯著。根據中指研究院這個數字也就是2020年前2個月，連法拍房都拍不掉了，都沒人買，成交非常清淡，量價齊跌。實際上這已經說明問題了這個給26年這個小陽春也蒙上了一層陰影。今天我在網上又看到一篇自媒體文章是在上海的牛馬寫的，他說2026年我們的房子虧了近100萬了，來上海10年白幹了。這文章說100萬對於我們普通人來說真的是個很大的金額了。在前幾年100萬對於房子來說
不多，因為房子都是大幾百萬的。但是真寫下這個標題，我是非常震驚的，白花花的銀子就這樣沒了。這可是我和老公這麼多年的努力，雖說大錢都是他去掙，我在後方也立下了汗馬功勞。他說當時啊，買房子時房價對我們來說真的太貴了，但為了孩子一個穩定的住所，我們咬牙堅持買了現在一套近70個平方的樓梯房，距離地鐵站3公里，小區後方就是高速入口和高鐵站，出行也十分方便。當時應該是19年買的時候是200來萬，那時候沒有二寶啊，他就是還沒有二胎，一家3口住剛好合適，老公也在附近上班，骑車10分鐘就到單位。剛開始買的時候還挺理想的是吧？骑自行車10分鐘到單位啊。誰知好景沒2年，房子在2020年和2021年也確實處於上漲階段。他19年買的，對吧？到21年的還是享受了2年的這種幸福時光啊。因為房價在漲，賬面價值在漲，身邊的鄰居都在置換房子。畢竟我們現在的小區已經不算次新房了，有的鄰居考慮到要環境好一些的小區，或者把現有的房子進行出租，再重新租個大的，這叫置換嘛。那时候我們沒有多想，總覺得能靠自己，有套自己的房子，不過過着哪天房東來趕我們走的安穩日子就已經很滿足了。現在一樣的房子，一樣的戶型，人家的房子能便宜100多萬，你的房子比人家將近貴1半，心裡還是有點難受的，畢竟那可是100萬呢。他說普通人多少年也掙不了100万，每個月雷打不动的房贷從賬戶上劃出來，真的是肉疼。有人說房子買了自住的就不能管它是漲還是跌，也只能這樣安慰自己了。去年10月份我們提前還掉了18萬的商業貸款，還剩5萬商業貸款，決定今年看看能否再把5萬商業貸款還清，這樣就可以節省1萬塊。現在每個月的月供相對少了一些，壓力也不會太大。最主要的是需要一個穩定的工作和抵抗未知風險的能力，萬一失業了，我们一家人的日子真不知道該怎麼過了。當時買房的時候，像是所有的事情都給安排好一樣，我們普通人早已安排好了，讓你踏實工作，掙錢還房貸。你要想在上海穩定，想讓孩子在這裡學習，就得付出代價。作為滬一代，沒有家庭的托舉，靠自己走來這一路的艱辛，我都歷歷在目。我們是看清了，以後不能再把辛苦掙的錢花在房子上了，動輒幾百萬的房子不能再盲目追隨。這是多麼痛的領悟啊！賬面上100萬不多啊，但是你要靠你工資攒100萬，那是非常非常難的。在這個隨時有可能失業的年代啊，去按揭貸款買房子，那是相當風險大的一件事情。韭菜不光要還按揭貸款，你還要交物業費。而這個前幾天是吧，房地產專家孟小苏還說，咱們的物業費可以說是什麼良心價，非常便宜，跟美西方比起來，那簡直是9牛1毛。但是啊，就這麼9牛1毛啊，就這麼良心價的物業費，依然有很多人交不起。這個我們在以前節目都說過了，對吧？隨着經濟下行，隨着失業的人越來越多，很多牛馬買了房子交不起物業費，這個現象會越來越多。所以物業費呢，那只有面臨2個選擇，要麼是降價，物業公司啊，要麼就走人。現在物業費是越來越難收啊，為什麼？就是大家收入少了嘛。一個是收入少了，第二個就是房價在貶值。你想一想吧，对吧？本來的房子100萬，現在就值60萬了。哎，如果你的房子100萬啊，現在值300萬，雖然你沒有工作，但是你這個物業費還得交啊，那畢竟賬面上多了200萬，對吧？這心情是不一樣的。你現在房子從100萬跌到60萬，又沒有了工作，現金流斷了，你誰會去交物業費？這個還不是咱們說的啊，這個是有數據的，因為大家都知道是吧？這個恒大物業、融創這些房企，它都有物管公司、物業公司，而且很多物業公司都是上市的。上市的物業公司的数據，它財報就要披露。通過上市公司的披露的財報，我們發現物業收錢是越來越難。去年57家上市房企合計總虧損2000億啊，全國的物業費都越來越難收了。這到底是誰的問題？我們來看一組數據，中國物業費繳費率已經是連跌4年，排名前500的物業管理公司，2021年當時平均的物業費收繳率89%，也就是恒大暴雷以前啊，2021年物業繳費率是89%，也就是10%的收不起來，不能按時收。
去年跌到了71%，也就是4年时间啊，從89跌到71%，而且是一路向下，根本就不回头。上市的物业管理公司平均收缴率从92%跌到78%，甚至很多小区物业费收缴率已经是跌到了一半。青岛、合肥、太原都有物业企业因为长期收不上物业费，主动撤退，他不干了，惹不起他不干了，这物业费收不上来啊，人家撤场。光去年监测到的物业撤场项目就高達173个，这在过去是难以想象的啊！过去都是2个物业争一個小區，那是打的這個頭破血流啊，那都是動家伙的。那誰能管這個物業，管這個小區，誰就賺錢呢？哎，現在居然物業主動跑了，不用搶啊？為什麼呢？因為他拿不到錢。那為什麼現在更多人他都不交物業費呢？有人說是因為服務一年比一年差。2023年全國業主對物業滿意度還有76%，去年已經跌到了73.2%。很多人吐槽自己小區物業屬於薛定諤的貓的服務，你交錢的時候它存在，你需要它的時候它就消失了，保安少了，保潔糊弄，收費雖然貴，但服務全靠嘴，張嘴閉嘴馬上來，結果馬年到了都還沒有來。為什麼物業服務質量越來越差呢？可能是因為太想賺錢了，很多物業都是房企配套的，物業賺了這一點點錢，房企以前壓根是看不上的。像地產暴雷之前的2021年上半年，頭部房企的物業收入大部分只佔總收入2%到5%，利潤佔比也不高。但是現在房子賣不動了，很多房企自己都虧成狗，哪裡還有錢來服務業主？去年57家上市房企合計總虧損超過2000億元，物業給賣房反向輸血的時代來了。為了多掙點錢給集團，很多物業公司就選擇降低成本，服務縮水。當然，很多物業的坑也是早就埋下的。以前地產高調高周轉的時代，蘿蔔快了不洗泥，房子質量有問題，牆體開裂，房屋漏水，那都不是事，可以賣掉就行。現在只要房價在漲，業主也不會抱團聲討。而現在房價一直在降，以前埋下的雷就要被引爆了，炸到物業頭上了。說到底，物業質量下滑，繳費率暴跌，都是房地產暴雷的餘震，這是原因之一啊。我覺得最主要原因呢是業主收入不穩定，業主沒錢了，再加上你這個對吧，服務這麼差，你這個問題這麼多，我為什麼還要交呢？現在各個地方政府是吧，號召物業要降低收費，那很多業主一聽，那對吧，那趕緊他有理由要求物業降低這個收費標準啊，物業他不願意降啊，不願意降的那就不交唄。說1000道1萬啊，都是經濟在下行導致的，所以這個物業本來是對吧穩賺不賠的旱澇保收的這麼一個行業，現在也幹不下去了，你有什麼辦法？最後我們再看一看啊，什麼叫奇葩？21世紀經濟報道說啊，他說38家房地產中介行業協會倡議不利用 AI 技術欺騙消費者。你說這叫什麼話？這不是高級黑嗎？高級幽默啊！38個地方的這個房地產中介協會啊，他倡議啊，我們大家一起啊，不要用 AI 技術來騙消費者。3月10日，北京、上海、廣州、深圳、成都、武漢、杭州等全國38地的房地產經紀中介行業協會聯合發布關於共同維護房地產領域清朗網絡空間的倡議書，就行業自律、平台協同、社會監督等方面作出倡議。據介紹啊，當前互聯網成為房地產信息傳播、營銷推廣和交易服務的主要渠道。然而，虛假房源、惡意炒作、散布焦慮情緒、濫用 AI 技術手段、造假等現象時有發生，不僅擾亂了市場公平秩序，更損害了消費者對行業的信任。該倡議書是38省市行業協會的首次聯動，也是對中央網信辦清朗系列專項行動的積極響應，希望通過倡議為房地產網絡信息傳播確立行為準則。這個倡議書啊有3大內容啊，第一個是亮身份擔責任，從源頭確保信息真實可溯。倡議明確提出啊，所有通過互聯網平台從事房地產信息發布的運營主體，要在賬號主頁顯著位置亮明正身啊，這個完全有必要的啊。機構需要公示完整名稱及備案編號，個人需標明真實姓名，因為你要做交易啊，對吧？你說你這有房子多少錢，你還匿名，那肯定不行。第二是守底線，抵炒作，讓真實與專業成為內容底色。針對信息亂象，
倡議劃定了清晰的內容行為邊界，不編造傳播虛假房源和價格，不以唱衰、唱多等方式惡意炒作市場熱點，不歪曲解讀政策，不利用 AI 等新技術編造虛假場景，效果欺騙消費者，堅決抵制網絡黑嘴、敲詐勒索、惡意詆毀等行為。這個確實啊，讓我感覺到很吃驚啊！不要用 AI 欺騙消費者。就是在美國啊，在西方 AI 怎麼賺錢還搞不清楚，結果到咱們這兒 AI 早就開始盈利了啊！你看看，用 AI 欺騙消費者，对吧？这就已經開始大行其道了。所以說，美的啊負責研發，我們負責應用，沒毛病啊。先讓騙子用上，對吧？先來割韭菜，鐮刀先用上，對吧？這美的啊，咱們為怎麼盈利發愁的時候，某些地方早就開始盈利了，這就是人工智能呢。這裡額外再說兩句，這兩天大火的這個小龍蝦、養龍蝦，這個養龍蝦發現啊，今天這個騰訊還很多這個 AI 服務啊，這費用漲了。現在你要養個龍蝦，你費用還不低呢，一般人養不了，對吧？你花那麼多錢去養個龍蝦有什麼用啊？你也用不上。但是正因為在國內啊，突然莫名其妙火了啊，這個養龍蝦導致這個很多大模型收費漲了，這是我親身經歷的啊。有些這個大模型啊，人工智能是免費使用，它為什麼免費呢？因為它也收費啊，但是收費的人不多，收费的不多呢，那它就會变成什麼呢？你免費也可以用，反正閒着也是閒着。但是好像這兩天就不行了啊，免費用不了了，也不是用不了，你随便一用，它就說你啊，这個叫占線，也就是它那個算力資源啊，它那個資源都給那個付費用戶用了，就言下之意就是付費用戶現在越來越多。付費用戶為什麼越來越多呢？就是因為他們在養龍蝦。你一養龍蝦，這個龍蝦它就會，它是個智能體啊，它自動控制你的電腦，用你的電腦去，對吧？去調用這些算力，或者調用這個大模型的這個 API 什麼之類的啊，那自動就開始花錢了。那個不是按 token 算嗎？正因為大量的人裝了這個人工智能體，開始養龍蝦，所以導致這個大模型他們開始漲價，算力開始漲價了，所以這就是制造焦慮啊，鼓勵大家去裝這玩意的根本原因。你裝完之後你要花錢的，你靠免費的那個 token 你也養不了 ，AI 是要花錢，你 AI 花錢，那你覺得賺錢呢？你怎麼賺錢呢？所以坑蒙拐騙就出來了。利用 AI 作為工具，对吧？房地產這行業就用 AI 做工具，也搞欺詐、欺騙。我不是反對這個人工模型啊，就是大數據、大模型收費啊，我只是覺得呀，他們目前這個水平啊，還達不到收費的這種標準，現在只能作為一款免費工具運用還行，但是真的說靠它提高生產力還是夠嗆，但至少現在還夠嗆。你說未來啊，明年、後年、大後年是不是好一點？這個有可能，但是目前還不值得付費啊。好，我們這期節目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